北半球这个热天真正是热翕翕，亲像南欧、中欧的温度就超过40度，连洛西亚拢有35度，出现100年来的上高温。民众拢想办法要来体凉降温，真侪国家即马已经变做体凉降温是全民运动。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，19时阵看到公车牌的资讯荧幕，显示即卖温度是摄氏47度。南部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的旅游景点埃斯哈，正中昼时阵日头正险，无论是大车路也是巷仔，拢无半人，大家拢匿伫咧厝内。 伫咧同一个地区的阿拉尔店是完全无共款，当地有300多位老阿嬷用2000外球的碰洗线，手工编一个彩色的掠日头的布棚，挂起来了挡日头，互大家散步时阵袂晒到日头较凉爽。伫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，亚得里亚海海水的温度增加到破纪录的摄氏30度。 正有名的旅游景点杜布罗夫尼克的游客，为了要闪日头，伫日头落山了7、8点才来耍水。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拄着100年来上恐怖的热天气，温度超过摄氏35度的时阵，收藏真侪欧洲艺术作品的普希金博物馆，这么伫咧扫19世纪到20世纪有名的欧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，甲大家讲透过印象派来代替热天气。 会让来温度甲湿度拢控制甲正好的博物馆纳凉。展览的第一天，预约的票伫8点钟久内面就拢抢了，风声传开了，即嘛每天数量有限的预约票，开始了2、3分钟就抢了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。